后来，这个疫情稳定了后，台中坐运的人潮慢慢回转来，再加上今仔日开学咯，所以台中坐运为今仔日开始增加车帮，嘛来缩短着发车的时间。平日甲假日，每一天平均增加32班次，鼓励同学甲同勤族会当来坐。搁来推出着优待的措施，每个月坐60架以上者，计个月会当有30%的回馈，相当是拍7折。上班上课坐捷运，唔免惊讲开大钱。台中捷运公司为9月份起推出节粉的回报方案，每个月坐40到49摆。直接伫后个月会送你顶个月坐金额20%，若坐50摆到59摆会送你25%，坐60摆以上会送你30%，相当是拍7折。每一位只要用电子票证的都可以享有这个计算次数跟回馈。优惠的方案会从今年的9月1号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。坐捷运的人愈来愈多，估计9月份开学后会更较多。捷运拢有加班车，平日我们会增加36个班次，假日每天会增加32个班次。中捷一日站起跳价是20块，当然有比公车较贵，所以讲要用优待加上加班的方式，培养人客坐车的习惯，提供通勤族另外一种的选择。台南市政